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龟鱼，也就是红鲢鱼，嘛有人讲是三文鱼，这真侪人爱食。有一间卖寿司的来推出着活动，讲只要名内底有龟鱼这两字，就会当带朋友一道来的人来食免钱的寿司的大餐。想袂到带动到一大群人来改名，讲全台湾至少有65个人去把名改做龟鱼。南部3个县市长嘛，趁这个机会推出着地方的特产。台南市长黄伟哲都来推杀着因的杀肉鱼。屏东县长潘平安是推荐着霸气的沙西米。那高雄市长陈其迈讲伊要改名改做陈石斑，伊所推销的就是石斑。杀肉鱼肚无论讲是煎卤打煮汤还是煮糜，这拢是真营养又好食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伫面册写讲，大家唔免改名，去台南都有杀肉鱼通食。来，几大盘的沙西米有红鲢鱼、鸡鱼、甲乌昂肠，介绍是有够俗。屏东县长潘明安伫面册写讲，免改名叫红鲢鱼，去屏东就会使食到这个沙西米。不用改名，来南部就能吃得到超霸气生鱼片。而东港某海产餐厅推出名有味字，就会使免费食乌昂肠，嘛是响应县长推广屏东的海产。只要你的名字里面有一个“伟”字同音，来我们就送每人1片。只要来到屏东，不但不用改名字，而且吃到满的生鲜生猛的海鲜。高雄市长陈其迈笑就伫讲，伊要改名做陈石斑，要杀就是肉质真油真嫩的石斑。上强的鱼啊，上内行的食法，不管是要煮火锅、红烧、用炊，还是用煎的。要食较清的，淋一寡蒜啊、葱啊，也是较重口味，用咸椒啊，同款拢有人介意。配合即摆红鲢鱼的改名条，南部3个县市首长趁这个机会推销当地优质的海产，手上机拼经济。